路上小心啊！大王放心吧。赵大夫，赵大夫为赵侯雍求婚，已在郢都滞留多日。今日楚王设宴，与寡人商议嫡公主芈姝的婚事。赵大夫何不一同前去？楚王跟你谈婚事，關我何事？差矣。嫡公主身邊有幾個婢女，都是绝色的。趙大夫可以請求楚王將其中一個婢女許配給趙侯雍。你，趙大夫剛才已經親睹楚國嫡公主的容顏，既然無法娶到嫡公主，退而求其次，並不難看。告辭了。昨晚上我就一直守着那扇门，等啊等啊，一眨眼天就亮了。舒兒也是覺得奇怪，怎麼一眨眼天就亮了？姐姐究竟與秦王說了些什麼？難道姐姐沒有勸說秦王今日不要赴宴？說了，可他說要光明正大娶我為後，所以一定要親自面見王兄。秦王熱血男兒，值得姐姐傾慕。不過昨日一夜未歸，萬一魏後追查起來，姐姐該如何回復？秦王願為舒兒豁出命來，我眼下哪還顧得上那麼多？请秦王托履解见。剑為男人之膽，身為秦王，劍不可離身。無妨。秦王，喝酒。来，都听仔細了，以水杯為號，格殺勿論。本王上次進咸陽，就聽說了一件事。何事？聽說楚王常年患有隱病，因難於向世人啟齒，無法根治，是楚王心中一塊痛處。秦王，你什麼意思？楚王聽我把話說完，但本王卻以為，楚王所謂隱病，也許正是楚王天生異禀之處。此話怎講？楚王可曾聽說過，我們西北有種獸類，叫香獐子。雄獐子天生香囊，其香氣讓雌獐子苦追不捨。楚王身上氣味奇異，不正好雄冠楚宮嗎？真有此事？本王這次特意為楚王帶來了麝香，都說這東西若做成香囊，掛在身邊，會讓男人威力倍增。楚王不妨試試。秦王，本王一定試試。楚王好客，特意設宴宴請本王。本王早就聽說楚王酒量無敵，所以
先敬楚王3杯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乾！且慢，這杯酒，本王是要為楚秦聯姻，你我從此一家而慶賀。大王，秦王此話不妥。楚國與秦國何時聯姻了？對啊，秦王，你與我楚國何時聯的姻呢？寡人就是在這大殿上向楚王請求迎娶嫡公主芈姝，楚王當場承諾，並請出芈姝與我相見。不過才2月有餘，楚王忘記了嗎？此事寡人自然是沒有忘記。可那日秦王見到的只是我楚宮的一名普通廚娘，並非是嫡公主芈姝。若秦王真的一味索討，那寡人只好把那個廚娘給你了。君無戲言，本王一直都是向楚國嫡公主芈姝求親，楚王答應的也是將嫡公主芈姝嫁於本王。芈姝明明是大王之妹，今日怎可隨意拿個廚娘來搪塞？這联姻之事，你情我願，秦王這是要強討硬娶了。怎能說是強討硬娶？是你們有言在先，言而無信。明明說好的是嫡公主芈姝，怎會變成一個廚娘？久聞出離子，能言善辯，伶牙俐齒，佩服，佩服。我們喝了這杯酒，如何？來來來，喝酒喝酒。等等，令尹大人真会說笑。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應娶？楚王，这把刀太钝了，看來要用上本王的这把。